晚上不是有事儿吗？忙完了。那我们一起玩吧。不要，我自己玩。为什么不带我？我在直播。886。个十百千万十万，人气这么高啊！大顺，马上开车来接我。今天机器人好像比平时多了很多，都交给你处理了啊。小意思，交给我。操作好的男生确实有点帅哦。上面都什么呀？罗小婷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；徐梦佳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；逍遥别看了，你学不会。直个播还在这秀恩爱，丧心病狂！去。哥们，你看你直播间的弹幕，大型发狗粮现场啊！小盒子，别看了，你学不会的。他在说我吗？不是，这口气一定在说我啊！我说你平时说我也就算了，直播还说我，我今天就给你证明我不是小盒子。亚强，陆姐还说什么了？下蹲可以有效降低后坐力，屏息可以稳住枪口的抖动，开枪的时候压低你的枪口。3、2、1。谁是小盒子呀？你右边墙后有机器人。啊？我还没来得及捡盒子呢。我们执行的真的是同一个任务吗？搞定了，我下了。